我來看南投魚池鄉的卡白筍是真出名，農民每2冬就會放一個河流去對付福壽螺，來減少使用農藥。也經過長時間的試驗，這防治的效果嘛，確實袂歹。為着防範福壽螺的危害，魚池鄉農會全市清淨的河流，讓農民逐日來載，1公頃綠芪藥會當領25尾。阮遮算水源頭，一般阮攏較無啥利用農藥啦，阮就是放一寡烏柳，互烏柳去食福壽螺，互伊生態比較平衡一點，這樣子水質甲水啊攏較穩定。農民表示，放魚頭魚無適應，愛等第2天了後，就較有效果。魚池鄉長講，這是強河村，是一個山溝，水會匯集一隻，做下種卡白筍的。嘛，因為這個水會流去埔里來灌溉用，所以這就推廣友善種卡白筍的方法，以免污染埔里的灌溉用水。農會就含公所共同出錢買河流給農民。特別來放咱的河流，讓咱這區域共同方式會使來食咱的金寶螺，就是咱的福壽螺。所以講，咱2年來放一屆，希望借由安的方式來鼓勵農友，賣釋放咱的農藥，讓咱的卡白筍除了好吃之外，更加安全。最重要的是能夠讓我們的產量增加，還有在它長大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吃最特別的這個砂鍋魚頭。因為防治的效果袂歹，農民嘛真支持，無用農藥殺福壽螺，友善土地的方法有影是1減2個。記者顏修南投報道。